自从2025年1月1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自由的新生命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利未记14章第1到57节。上主命令摩西讲：麻风病人得到清气的时，着照下面的条例做，着甲伊带去见祭司。祭司着出去营外甲伊检查，病人的症头若已经好，祭司着吩咐人为着迄个要得到清气的人，取2只礼仪上清气活活的鸟，片香茶、朱红色的丝，甲牛膝草。搁吩咐人伫底活水的粗废起居区顶面刣其中的一只鸟仔，然后祭司着掠迄只活鸟，甲片香茶、朱红色的丝以及牛膝草，浸伫迄只伫活水顶面刣的鸟仔的血内面。伊着将血伫迄个要得到清气的人的身躯顶嗅7遍，就宣布伊是清气。搁甲迄只活鸟放去野外。要得到清气的人，着洗家己的衫，将门拢提起来，洗身躯，伊就清气。然后伊通入营，毋过着先伫家己的布边外待7日。到第7日，伊着将规身躯的门提起来，包括头毛、喙鬚、目眉，搁洗衫、洗身躯，安尼伊就完全清气。第8日，伊着带2只无下厝的羊公仔，甲1只一岁无下厝的羊母仔，搁摕3公斤超油的幼米粉，甲1/3公升的油来。主持洁净礼的祭司着带迄个要得到清气的人，带遐物件来会幕门口，徛伫上主面前。祭司着献1只羊公仔甲1/3公升的油做赔罪祭，甲摇摇咧做祭物献互上主。伊着伫刣赎罪祭甲烧化祭争生的所在刣迄只羊公仔，赔罪祭甲赎罪祭共款着归互祭司，这是至圣的。祭司着摕一寡赔罪祭的血，抹伫要得到清气的人正边的耳珠，以及正骹甲正手的大头拇。搁对迄1/3公升的油，倒一寡伫家己倒手的手心，用正手一支砖头仔稳倒平手心的油，伫上主的面前嗅油7遍。后来，伊着搁稳手心的油，抹伫迄个要得到清气的人正边的耳珠，以及正骹甲正手的大头拇，就是抹伫拄则抹过赎罪祭的血的顶面。祭司着将手心剩的油抹伫迄个要得到清气的人的头壳顶。祭司就安尼伫上主的面前，甲迄个人赎罪。祭司着为着迄个要得到清气的人献赎罪祭，甲伊赎罪，然后刣迄只烧化祭的争生。祭司着伫祭坛顶献烧化祭甲素祭，为着伊赎罪，伊就清气。老人散赤袂当准备遐济，就着带1只羊公仔做赔罪祭，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为伊赎罪，搁着带1公斤超油的幼米粉，甲1/3公升的油做素祭。搁照家己的财力取2只斑甲也是粉鸟仔囝，1只做赎罪祭，1只做烧化祭。
第八日，伊就将这个带来会幕门口，伫上主的面前交互祭司，通得到清气。祭司就摕赔罪祭的羊仔甲1/3公升的油，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咧做祭物。祭司就刣赔罪祭的羊仔，摕一寡赔罪祭的血，抹伫要得到清气的人正边的耳珠，以及正骹甲正手的大头拇，搁倒一寡油伫家己倒手的手心，用正手一支砖头仔稳倒平手心的油，伫上主的面前嗅7遍。后来，伊就搁稳手心的油，抹伫迄个要得到清气的人正边的耳珠，以及正骹甲正手的大头拇，就是抹伫拄则抹过赎罪祭的血的顶面。祭司就将手心剩的油抹伫迄个要得到清气的人的头壳顶，伊就安尼伫上主的面前，甲迄个人赎罪。迄个人就照家己的财力献一只邦甲，也是粉鸟仔，就是照伊的气力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化祭，甲素祭做伙献。祭司就安尼伫上主的面前，甲迄个人赎罪。以上是有人得到肉风爱得到清气，毋过无财力照规定奉献礼物所定的条例。上主命令摩西甲阿伦讲：恁去到我赏赐恁做家业的迦南地的时，我互恁得到做家业的地的厝若生菇，厝的主人就去甲祭司报告，讲：阮厝敢若有生菇。祭司入去迄间厝检查以前，就吩咐人将厝摒空，才免厝内所有物件变做无清气。后来伊才入去检查迄间厝。祭司就检查迄间厝生菇的情形，若发现迄间厝的壁有绿色也是红色落落去的分石侵入壁内，伊就出去门外，甲迄间厝封7日。第7日，祭司就搁去检查，若发现生菇的分石有脱开，伊就吩咐人将遐个生菇的石头挖起来，迄伫城外无清气的所在。搁吩咐人扣厝内四周围的壁，将扣落来的火土摒伫城外无清气的所在，然后用别所在的石头代替遐个挖出来的石头，搁用火土抹迄间厝。迄间厝伫挖石头、扣壁、抹火土了后，若发现搁有生菇，祭司就搁入去检查。生菇的情形若拖到规间厝，迄间厝是捌着恶性的菇，是无清气。迄间厝就拆掉遐个石头、材料，甲所有的火土，拢着搬出去城外无清气的所在。迄间厝封捌的期间，若有人入去，伊伫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伫迄间厝困觉、啉食的人，拢着洗因的衫。迄间厝抹火土了后，祭司就入去检查。生菇的情形若无脱开，祭司就着宣布迄间厝是清气，因为生菇的情形已经消失。为着要互迄间厝得到清气，就取2只鸟仔、片香茶、朱红色的丝，甲牛膝草，就伫底活水的粗肥的器躯顶面刣其中的一只鸟仔。
然后这时就摕片香茶、牛七草、朱红色的洗，甲迄只活鸟浸伫迄只刣死的鸟仔的血甲活水内面，甲迄间厝嗅7遍。伊就用迄只鸟仔的血、活水、活鸟、片香茶、牛七草甲朱红色的洗洁净迄间厝。毋过，伊就将迄只活鸟放去城外的野地，安尼伊甲迄间厝行洁净礼，迄间厝就清气。以上是有关麻风病、粒仔、衫甲厝生菇、皮肤疹、生癣、白斑所立的条例，用来教导人知什么是清气，什么是无清气，这是关系麻风病的条例。自由的新生命，利未记14章详细记载，这是用2只礼仪上清气活活的鸟，片香茶、朱红色的洗，甲牛七草等，为麻风病患进行洁净礼。这是爱踮病人身上嗅血7遍，宣布伊是洁净的。甲捌着血的活鸟放互飞，象征病人得到自由，通重新进入群体。圣经学者凯尔解说，放飞活鸟象征患者浸透新的活力，对旧日病痛的期盼中间得到透放，通重返甲伊的同胞团契。这放飞活鸟的仪式，象征受隔离伫野外的病人，若像对死地重生，重新得到甲人团契的能力。保罗也捌用甲上帝隔绝，表达人犯罪无性命的境况，点明人因为犯罪违抗上帝命令，就是伫灵性死亡，劝勉信徒踮基督的性命里合一。今仔日的经文讲到，祭司献上赎过祭，将羊羔的血抹点迄个要求宣布洁净的人的正面耳珠、正骹甲正手的大头母，用安尼表明人乐意全然献上归属上帝。原本绝望的人，打得通甲上帝恢复和好关系，成做重新得到新生命的自由人。可见，麻风病人得到痊愈，完全是出自上帝的恩典，毋是祭司有治病的能力。这段叙事也有过耶稣受害的流血，赎回人的性命，因着上帝救赎的名誉，借着基督羊羔的血，互原本远离上帝、无指望的人得到救赎，无搁再甲上帝隔绝。那安尼，自由的新生命有倒一寡标定。伫罗马书12章第1节，保罗讲：我劝恁着将家己的身躯献互上帝做活活的祭，是圣洁伊所欢喜的。这是恁合宜的敬拜。可见，自由的新生命是会当真实敬拜上帝的生命，互人乐意将家己全然献上，专一侍奉，做上帝喜悦的事。伫上帝恩典的应允中，自由的新生命所代表的是一个圣洁、领受活水、经历各活大能的新生命。安尼的生命会当呈现耶稣基督各活所带来的活泼、盼望，是得上帝喜悦的生命。可惜，今仔日有真侪信徒受好基督徒的刻板印象和错误认知轻条，原本应该会当专心侍奉，
望上帝喜悦的新生命。面对信仰的时，却产生莫名的恐惧甲压力，心灵无搁再自由。这种错误的轻价，无法度为人带来活泼远望的信仰生命力，反正带来束缚甲限制。所以，伫现代网络的生活中，我无法度真做好基督徒，就真做这种令人对教会却步的合理化理由。宗教轻价的束缚甲限制，搁较是将真侪人，尤其是少年人，免力对教会撒开，只有远离过度简化的教条式信仰，甲挑起罪恶感的宗教认知，才会当互人重拾信仰生命的自由。默想，伫礼拜过程中，我会当自由敬拜无？信仰带互我比较侪的是活力，还是宗教性的束缚感和死气沉沉咧？伫礼拜过程中，我会当自由敬拜无？信仰带互我的比较侪是活力，还是宗教性的束缚感和死气沉沉咧？咱来祈祷，祈求圣神的同在，互我会当脱离一切外在的束缚，自由来到上帝面前敬拜、服侍，搁经历耶稣基督过我的愿望甲活力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